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听说在一些客家庄常会做肉板来招待亲朋好友。什么是肉板？滋味又是如何？今天吴大姐要带我做肉板，让我开开眼界。好了，已经3、4个小时了。大姐好期待哦，我等了3、4个小时。你看好吗？有香菇哦，好香哦，终于你闻闻看。好。香不香？哦，好香哦！终于可以来吃这个肉板了。好，我们来去吃吃看啊！期待期待。啊，这我来切。好，那我帮大姐整理一下。大姐，这个煎之后会比较香，是吗？嗯，对，煎起来很香，没有煎就没有那么香。以前是不是要吃的时候才煎？对，要吃的时候，像过年了哈，没有去耕田或者怎样，在家里啊，空下来有客人来，我们就会煎来吃。原来苗栗地方的肉板也是年糕的一种，将肉与其他佐料一起炒熟后，再与米浆混合蒸熟，就成了年节时最隆重的待客之礼。哇，陪大姐做肉板做了好一阵子，现在终于完成了。会做的吗？会了会了，哇！现在赶快来试吃。好，你吃吃看，像鸡块一样。啊，哇！光看这个，像这外表鸡块啊就是金黄色的，很像鸡块、鸡排这样。好，你看沾一点酱比较好吃，好吃吧？你吃有没有像鸡块？像鸡块啊？没有像鸡块，就是不过这很香哦。每块香喷喷的肉板都有妈妈的味道。吴大姐说，每次做肉板时，就会想起妈妈的手艺。为什么今天大姐会做这个肉板？我小时候，我妈妈有做给我们吃。过年了那时候，不是拜很多那个猪肉吗？妈妈就想到说哈，弄一点咸的年糕给大家吃，就是这样子。哦，肉板啊，其实是非常的有它的难度在的。要炒香料，要炸油葱酥。对，对啊，而且刚才你有炸吗？有啊，还要蒸啊，然后再你有切炸，你有啊，切再猪肉，煎啊，切香菇。对啊，这所有的过程啊，才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肉板，也是大姐小时候的味道。